我相信好多人選擇呢個保利龍儀嘅核心原因就係佢只能放個陶瓷可以擺浴缸。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講中山樓盤嘅大衛，歡迎繼續收睇大衛嘅頻道㗎吓。咁今日咧就係7月30號嘅，咁大衛嚟到中山嘅東區嘅中式園林呢個樓盤呢度，相信大家都估到啦，冇錯啦，呢個就係中山嘅東區保利朗燁呢個樓盤啦。咁嚟到7月30號，繼續同大家更新一下中山東區保利朗燁嘅最新嘅情況，俾大家提供更多有用嘅資訊俾大家去參考下㗎吓。咁東區嘅保利朗燁咧就喺舊年嘅5月中旬開盤啦。咁成本咧就有718套貨嘅。咁嚟到今日7月30號吓，咁成個樓盤已經處清盤階段㗎咯喎！哇，真係不知不覺呢個樓盤偷偷地唔做廣告唔打廣告咁偷偷地，竟然已經可以嚟到清盤階段啦！真係非常之優秀㗎吓。咁繼續去講翻呢個樓盤幾樣嘢係大家忽略咗嘅吓。呢個樓盤咧就舊年5月中旬開盤到依家咧，就平均每個月咧都可以賣咗20-30套貨，甚至更多以上嘅吓。佢咧就處於一種成個中山大家都知道啦吓，中山嘅樓市可能會處起起落落個階段嘅喎。咁有時係淡季，有時係旺季嘅喎。咁有啲樓盤咧，可能呢個月一下子賣幾十套貨，但係第二個月可能得翻賣幾套貨嘅咋吓。但係東區嘅保利朗燁就好鬼神奇嘅吓，佢每個月都可以平均賣到20-30套貨，呢樣嘢就真係非常之難得一樣嘢吓。咁第二樣嘢係比較難得係咩咧？咁呢個樓盤由舊年5月份開盤到依家，哇！成個樓盤個價格基本上係非常之穩定嘅，佢從來咧都冇降過價嘅。由開盤到依家，佢個價格基本上屬於低開高走個階段㗎。嚟到清盤個階段咧，依然係冇降價嘅，因為依家個價格同開盤時候嘅價格咧就升咗少少㗎吓。咁除咗佢嘅每個月可以消化咗咁多個貨量之外咧，佢個價格其實都唔平，其實都比較穩定，但係佢最終攞到個結果真係非常之靚仔㗎吓。我相信攞到呢個結果嘅發展商都係笑到隻眼開隻眼閉㗎啦吓。咁究竟東區嘅保利朗燁有邊啲方面係做啱咗，可以令到大家去埋單，為呢個價格去埋單咧？我同大家總結咗幾樣嘢，大家可以唔理你買保利朗燁好啦，關注其他樓盤都好啦，可以參考一下我跟住落嚟嘅幾樣嘢總結嘅吓。第一個就係佢位置非常之靚仔。佢屬於東區嘅核心位置，喺灣道呢邊嚇。咁東區作為中山嘅行政機關單位，比較集中個城區啦。咁佢個機住嘅人群咧，個質素會高翻少少嘅，亦即係話佢購買力咧都會高翻少少嘅。呢個咧可能就係佢個基礎條件係比較成熟嘅核心原因啦嚇。咁第二個啦，咁成個中山嚟講咧，東區嘅喺灣道呢邊咧，就已經講緊嘅成熟度咧，去到20-30年以上噶啦嚇。周邊咧基本上都係屬於嗰啲舊規嘅樓盤啦，或者舊規嗰啲舊嘅樓梯樓啦，反正咧周邊咧都係屬於嗰啲好成熟嘅舊樓盤啦。就算係有新樓盤嚇，就係都係講緊嘅隔離嘅華鴻禧軒嚇，都係屬於嗰啲舊規嘅新樓盤嘅嚇。所以呢個片區咧，真係講緊嘅係冇競品啦，得翻佢一個4.0字質嘅改善樓盤啦，所以咧佢可以吸納周邊嘅居住嘅二套人群來選擇嘅原因都喺呢度啦嚇。咁第三個核心原因係咩咧？咁成個樓盤咧其實屬於嗰種中式嘅園林設計啦，4.0字質啦，尖梯尖戶啦嚇。咁佢個內籠個格局咧都可以做到130% 以上嘅使用率啦嚇。所以佢個整體個格局同埋內園嘅設計上嚟講，亦都係屬於東區周邊嚟講咧係冇競品嘅產品嚟㗎嚇。所以結合以上幾樣條件，保利朗燁可以攞到今時今日咁嘅成績，我覺得
都係有道理有原因喺度咯嚇。今日咧就係工作日嚇，但係嚟到現場，你又發覺有樣嘢係唔同嘅嚇。喺呢個下沉式會所度，我哋睇到前方個健身室嗰度咧，其實都幾多人嘅嚇。包括呢個恆溫泳池嚇，哇！現場咧係好多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咧都喺度游水嘅嚇。包括前面少少個接待室啦，都有好多小朋友喺度玩遊戲啊，喺度聚會嘅嚇。包括現場嘅售樓部。簽約嘅客戶啦，睇樓嘅客戶啦，都係非常之多㗎嚇。咁講緊係工作日嘅情況喎，所以呢個樓盤平時嘅熱度同埋人氣都係非常之足㗎。所以由呢點可以睇到出嚟，呢個樓盤以後收樓嘅人氣，我相信會更加足嘅。人氣足少少嘅樓盤，我相信大家都估到係咩意思啦嚇。可能後期嘅物業管理質素方面咧，會更加好管理，會更加穩陣㗎嚇。咁事不宜遲啦，繼續去更新翻保利浪業剩低個尾貨情況，睇仲有冇你值得去關注嘅嗱。依家就7月30號啦，嚟到呢個沙盤呢度同大家更新呢個保利浪業嘅最新嘅剩低嘅貨量情況嘅嚇。咁呢個樓盤咧，其個沙盤模型咧，一共係做咗12座出個模型出嚟嘅。咁其他嗰度已經移除咗，剩低水晶體啦嚇。咁依家就剩低4座嘅模型喺度。咁意味住咧，其他嗰啲基本上係賣晒清晒㗎啦嚇。依家有貨可以揀嘅咧，就剩低嘅就係立起嚟嘅模型先係有得揀嘅嚇。咁同大家更新下立起嚟呢幾座嘅模型分別係咩流動、咩貨量、咩價格先嚇。咁首先同大家講翻6座先啦。6座咧，其個戶型單位咧係137平嘅嚇，套內嘅使用面積咧接近170方嘅嚇。呢個就係4.0住宅嘅特點啦嚇。其實嗰種17層高嘅小高層嚟嘅嚇，2梯2戶啦嚇。咁依家佢最新嘅貨量情況咧，02單位嘅137呢個單位咧，呢一條腿嚇全部賣晒啦，剩低一套頂樓，其他樓層冚唪唥賣晒㗎啦嚇。咁佢個01單位咧就屬於東邊位啦，佢個東邊位一共係17套貨，但係呢條腿個貨量咧先係賣咗7套，其他仲有10套貨，左右有得揀啦嚇。咁點解正常嚟講嚇？中山人咧就比較中意揀東唔揀西啦嚇，咁點解呢一個另一個東位就剩低有得揀，西位反而冇得揀咧？喺呢度同大家解釋翻下，因為咧呢個6座嘅01個單位嘅南面咧，對面係個酒店嚟嘅，嗰個建築物咧個高度咧係比呢個6座仲要高翻少少嘅，就完全會遮晒嘅，而且佢個樓企咧講緊都係20幾米嘅咋嚇，相對嚟講比較壓迫少少嚇。而且佢個東位隔離冇幾遠嚇，係一個中山嘅舊小區，叫做演容世家嘅舊小區。對面嗰邊個舊小區嘅樓層咧，就去到33層高㗎嚇。而且佢個樓企咧講緊嘅都係20-30米嘅咋。所以呢個6座嘅東位嘅南面咧係有建築物有遮擋嘅。東面同樣都有建築物有遮擋啦，呢個亦都係呢個01東位剩低嘅核心原因所在啦嚇。唔知你會唔會介意啦嚇？繼續講翻呢個5座啦，5座咧水晶體已經脆咗噶啦，就已經冇晒貨噶啦嚇，有都係講緊一套2樓嘅啫，其實冇必要講噶啦嚇。咁我哋繼續講翻4座。咁4座咧，其實屬於139嘅單位嚟嘅，都係同樣係2梯2貨啦。咁其實呢一座啊，02單位就賣得特別之快嘅。咁4樓以下咧就剩低咗貨量仲有嘅，但係4樓以上中間咧就剩低一套28樓嘅啫，其他樓層咧就全部賣晒㗎啦。跟住嚟到4座嘅01嘅東位啦。呢個情況其實同6號樓嘅情況有少少相似嘅，所以咧4座嘅01個東位咧，中高低都仲有得揀㗎嚇。9樓以下仲有啦，中間樓層去到10樓、17樓、19樓，跟住26、28樓呢啲樓層咧都係有得揀㗎嚇。咁點解嚟到4座又係西位賣得快，東位就剩低咁多咧？唔通貴得好離譜？其實貴得唔多嘅，核心原因其實同6座嘅情況一樣嚇。南面咧嘅視野係睇翻5座嘅，有少少遮啦。東面咧佢同樣係睇翻演容世家嘅33層高嘅舊小區，有少少壓抑，有少少遮啦。所以呢個4座嘅東位咧，亦都係剩低嘅原因所在啦嚇。跟住又講翻3座啦嚇。
3座同埋4座咧，佢同樣都係139嘅面積嘅嚇，戶型格局設計基本上係一模一樣。但係咧，3座嘅01嘅東位反而係賣得最快最多嘅喎。依家01個東位咧就剩低4樓以下，中間樓層咧就剩低一套28樓，其他樓層咧就基本上嚟講都係賣晒㗎啦。冇記錯嘅話，仲有一套26樓嘅嚇。咁反而去到02嘅西位咧，佢同04嘅02西位有唔同喎。02嘅西位反而係3座剩低個貨量係多翻少少嘅嚇，9樓以下仲有得揀嘅。跟住中間樓層10樓啦、14樓啦、17樓啦，跟住嚟到23樓啦，跟住去到28樓啦，呢啲樓層都係仲有得揀嘅嚇。呢個3座同埋4座反而係有少少唔同嘅嚇。核心原因我覺得就係3座嘅01咧，佢南面嘅視野咧開揚少少嘅，咁北面嘅視野咧同樣都係非常之開揚嘅。反而去到02咧，可能大家都會兼顧到，可能南面嘅視野睇翻12座啦，冇咁靚仔啦，所以咧3座揀01人會多翻少少嚇。咁嚟到12號樓嘅172嘅單位啦嚇，呢個咧同樣都係2梯2戶嘅設計嘅，亦都係成個保利農業最大嘅面積嚇。咁呢個02單位咧，剩低14、17、18、19、24呢幾套貨，其他嗰啲咧全部賣晒㗎啦嚇。跟住嚟到01嘅東位，呢一條腿咧中高低咧仲係有得揀嘅，基本上咧計埋一齊咧，可能仲有一半左右嘅貨量啦。呢個就係企12座172嘅最新嘅貨量情況啦嚇，咁其實計埋一齊咧，成個樓盤咧都係仲有少少可以揀嘅嚇，唔理你係139啦、172啦，其實咧都有得揀。但係講緊你比較中意嘅流動啊、零幾啊，其實真係想揀一個自己特別心水嘅單位咧，亦都唔係非常之多㗎啦嚇。咁其他嘅119單位就清晒啦，就唔好再講啦嚇。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去睇翻依家剩低嘅139同埋172嘅戶型格局情況。嗱，依家大約嚟到2座嘅14樓嘅展示用板間呢度嚇。咁呢個139嘅單位咧，套嚟嘅使用嘅積數咧都去到156方左右嘅嚇。我哋講緊嘅就係腳踩面積嘅嚇。之前攞電子尺度過嚟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上一條視頻嚇。咁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屬於02單位嘅電梯廳啦。佢個電梯廳咧都係屬於嗰種封閉式交付嘅嚇。咁02個單位咧同01單位有少少唔同，佢會多少少嘅積數出嚟嘅，即係電梯出嚟到呢個位會多少少出嚟嘅。如果係01咧，個電梯口嘅 lift 口咧就喺呢度咁樣出嚟嘅嚇。但係咧成個 lift 口出嚟個電梯田。呢個空間咧都去到11個方左右有嘅嚇，其實都夠用嘅嚇。咁其實2座3座咧，我相信比較多人中意嘅咧，應該就係喺北面睇出去呢個景觀啦嚇。呢個景觀睇出去咧，遠少少咧就屬於石岐個經濟總部 K 啦。跟住嗰一邊咧就成個中山嗰啲城市景你都基本上去睇晒啦。跟住我哋低頭去睇咧，就係中山比較有歷史嘅嗰啲舊小區啦嚇，咁呢啲舊小區咧，基本上嚟講，以後要改啊，要重新拆咗佢，重新起個機率咧係比較低嘅，所以咧呢個開揚個景咧，可能未來幾十年都唔會再變啦。呢個亦都係2座3座嘅最大嘅亮點所在啦嚇。當然啦，除咗北面個景靚咗之外咧，我覺得其他方面個格局內籠方面咧都係有優勢嘅嚇。咁139呢個入門口一入嚟咧，其實大家有冇發覺佢同綠城江山和明嘅139戶型設計係完全唔同嘅？呢個咧就直通個客廳啦，佢冇嗰個入戶玄關嗰種設計嘅嚇。當然啦，你如果係介意嘅就冇辦法啦嚇。如果你唔介意嘅，睇翻內籠個格局其實都非常之優秀嘅嚇。開間咧就去到5.1米嘅，層高咧就係3米嘅層高嘅嚇。咁5.1米嘅開間咧，其實對於好多家庭嚟講就已經係夠晒啦。如果你家庭嚟講住嘅人唔多嚇，甚至呢間房咧都可以拆咗嘅。拆咗嘅之後咧就變成8米嘅客廳開間噶啦嚇。當然啦，而你除非你係捨得拆嘅啫嚇。咁嚟到呢邊咧就係屬於南面嘅陽台位啦嚇。
咁保利龍椅咧，基本上嚟講，大家都知道嚇，139嘅2、3、4座咧，基本上南面咧其實冇乜景睇噶啦，都係睇翻自己小 K 嘅流動位置啦。所以南面個景咧就係要差翻少少嚇。咁最大嘅亮點個景觀咧都係喺北面嘅嚇。咁嚟到呢邊咧就係屬於餐廳位啦嚇。呢個餐廳位咧其實嚟講咧擺一張咁個台，6到8個人嚟，如果切換應該都係夠用噶啦。所以呢個餐廳咧亦都屬於比較合理嘅大細空間喺度噶啦嚇。嚟到呢個位置咧就屬於佢個開放式廚房啦嚇。當然啦，呢個開放式廚房咧，佢同發展商個交標咧相差無幾嘅嚇。差別喺邊度咧？就係呢個冰箱櫃冇嘅啫。嗰啲碗碗碟碟、乒乓框嗰啲嘢攞走晒咧就係冇嘅啫。咁其他嘅好似呢啲爐台啊、洗碗機啊、消毒櫃啊等等啊、烤箱啊、3件套啊、呢啲吊櫃啊等等，其實都係屬於交付嘅標準嚟嚇。喺呢個位置又可以同大家去提醒一下，呢個廚房其實我相信好多女子人都比較中意嘅嚇。喺呢個廚房煮緊飯嗰時候咧，其實咁樣睇出去嗰個視野真係非常之開揚嘅嚇，亦都係好多4.0住宅係俾唔到你嘅嚇。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呢個樓盤嘅核心優勢咧，就係北面景啦。咁我哋嚟到呢邊睇翻呢間房先。喺個客廳嘅左手邊嘅第一間房咧，就叫做長輩房嘅。咁長輩房咧係多一個套廁嘅嚇。咁佢個交標方面嚟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嚇。呢一個樣板間套廁入邊睇到嘅，基本上都係屬於發展商嘅交標嚟嘅嚇。但喺呢度有個嘢可以提醒一下，呢個係個暗廁啊！喺市面上139嘅3個3間套間，基本上都係暗廁，冇辦法嚇。呢個做唔到明廁，因為個建築面積限死咗嘅嚇。咁嚟到呢度，一般嚟講，對於中山人嚟講，呢間房咧就屬於俾父母住噶啦，所以叫做長輩房嘅嚇。咁呢間房嘅大細空間個格局咧，只可以同大家講就係佢比較正常。你擺一張2米床，兩邊個櫃頭，三邊落位，整埋個衣櫃係 OK 嘅嚇，絕對係夠用嘅嚇。所以呢間房俾父母住係唔不質嘅嚇。呢個咧因為屬於14樓嘅偶數層，偶數層同奇數層差別之處咧就係個露台位置係唔同嘅。偶數層咧就係長輩房出嚟嘅花園露台嚇，呢個亦都係4.0住宅嘅獨有嘅空間嚇，花園露台啦，佢係連通個陽台位嘅嚇。如果偶數層就係長輩房出嚟嘅，如果係奇數層嘅，即係單數層咧，係其中一間客房出去個露台嘅嚇。咁我其實好多客戶買咗呢度，我同佢哋解釋咗好多偶數層同埋奇數層究竟應該點樣去選擇。我更多推薦嘅咧就係選擇單數層會多翻少少嘅嚇。點解咧？因為單數層嘅可塑性會好強。因為你去到單數層，如果你真係話，我想個房唔細咁多，我要個客廳大少少，我打咗佢，跟住咧喺呢個位置咧出去咧就係露台，佢使用頻次、使用率嘅利用率嚟講咧，再高翻少少嘅嚇。所以咧其實偶數層咧就真係剩得比較多少少，亦都有原因嚇。當然啦，呢個唔係絕對嘅標準嚇。譬如話啦，我可能更加希望嚇有父母住嗰時候個露台喺父母間房出去，方便佢哋使用，方便佢哋打理、種花種草啊。呢啲可能就係大家揀偶數層嘅原因嚇。呢間房其實咧都唔細嘅嚇。保利龍椅嘅139，我覺得佢最大嘅優秀之處就係佢每一間房都非常之均勻，冇有話邊間房係偏細嘅，非常之均勻。呢個亦都係大家中意保利龍椅嘅139嘅核心原因嚇，非常之均勻嘅嚇。咁呢間房咧，我之前都攞嗰個 size 去度過佢嘅 size，計埋一齊應該冇記錯，去到11點幾個方嘅嚇。亦即係話呢間房咧，其實咧你正常去擺一張床，做埋衣櫃。三邊落位其實都係完全夠嘅，係算得上唔屈質嘅嚇。但係你記住喎，呢間房好似係最細嘅間房，佢都唔細嘅嚇。咁嚟到呢邊咧就係佢個公共衛生間啦。咁呢個洗手間咧就係做咗3段式分離嘅嚇，洗手刷牙喺出邊，上廁所沖涼喺入邊。呢種洗手間係近幾年比較興起嘅嚇，亦都係大家比較中意嘅嚇。我有個客係講翻一樣嘢就係，保利龍椅我中意嘅核心原因就係佢3個廁所都係唔同嘅設計嘅，所以咧亦都係大家中意嘅原因嚇。嚟到呢間房咧就屬於
第三間客房啦。呢一間房咧，其實我之前計過，去到11.6個方，同隔離嗰間係差唔到大嘅嚇。所以其實佢做翻一間正經少少嘅2米床，兩邊三邊落位，做埋衣櫃，其實都係 OK， 完全冇問題嘅。咁我相信其實大家中意保利樂園。買保利樂園嘅原因應該就係嚟到呢個空間嚇，呢個就係主人房套間，270度採光，南北對流，特別係2座、3座同埋4座嚟到呢個位，就係主人房呢個位咧，亦都係大家好難去企絕嘅核心原因嚇。睇翻呢個北面個景，即係主人房同埋廚房同埋其中一個洗手間。呢個北面睇出去個景咧，都係咁個樣嘅，所以呢間主人房應該就係大家比較中意嘅核心原因嚇。而且咧，其實大細都唔細嘅嚇。主人房嘅空間嘅大家都應該都睇得到嚇，從我鏡頭睇得到嚇。跟住呢個位咧，2米床，2個床頭櫃，三邊落位。仲有1.5米左右嘅空間，甚至喺床尾你擺個沙發都完全有空間。而且咧呢個邊位咧係做衣櫃一排過去，跟住呢個位做一邊衣櫃一排過去，跟住呢度做翻譬如話太太啲梳妝台啊，或者自己啲私房啊，其實完全夠，而且唔係講夠啊，講緊就係完全係夠闊落啊，而且仲有一個最大嘅亮點。我覺得好多人喺度糾結緊，究竟選擇龍軒山上定係綠城江山和明定係保利樂園？我相信好多人選擇呢個保利樂園嘅新原因就係佢主人房個套廁可以擺浴缸，而且呢個主人房個廁所位，我同大家我度過下，佢大概係去到7.6個方嘅，相當一間細細地個房間咁大㗎啦。所以呢個主人房個套廁。呢種空間大細，甚至喺呢個位置梳妝台喺度坐喺度，女主人坐喺度化妝，配埋個梳妝櫃，跟住美妝冰箱等等等等等。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可能考慮保利樂園嘅核心原因，就喺呢度啦嚇。主人房夠大，廁所夠大，擺得到浴缸，跟住咧270度採光，點睇都係靚噶啦，點睇都 OK 噶啦，所以。保利樂園好多人話，呢個周邊環境又唔得啦，又舊啦，密度高啦，等等等等。其實咧，我覺得嚇，唔理你買邊一個樓盤，我覺得都冇話絕對係十分完美嘅樓盤，一定會有缺點嘅地方。所以到最後買翻自己中意嘅嘢，我覺得呢樣嘢係啱嘅咯嚇。所以其實保利樂園我哋都有唔少粉絲朋友同大圍買到呢度啦。咁我哋都負責將內籠嘢啦、外圍嘢啦，包括周邊情況都要同你講清楚。咁最終揀邊度，咁其實主動權都係自己手上，但係我哋負責講清楚啲咯。等大家去選擇嘅時候，可能會更加清晰、更加理智少少咯。所以如果你都係喺中山睇緊樓，糾結緊唔知點揀係嘛？你係城區個樓就好啦，4.0又好，新規都好，真係喺我哋呢度咧會有更多嘅關於樓盤嘅數據、size 同埋客觀嘅觀點俾到你去參考嘅。如果你都係未知點揀嘅，不妨揾翻大圍傾一傾啦。中山買樓記得揾大圍幫手。